好，今日呢是清明连续假期的上尾天，各地天气也无啥稳定。气象署表示讲，这2天受到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会落阵雨加雷公雨，也那明仔雨会落到上初，一直到拜四天气比较才会较稳定。在咧离岛地区这部分呢，马祖还有金门会较高大雾，民众若坐飞轮机，就要特别注意航班的资讯。年假伫要结束啊，不过雨煞要弯落袂停。气象署讲，拜二受到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会出现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部分地区的雨会落较粗。尤其拜二是这礼拜雨落上粗的一天，气象署提醒西到北部地区就要注意大雨甲雷公雨。中部以北地区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比较容易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情形，甚至在北部地区明天可能会有局部大雨。中部地区明天也有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气象署指出，一直到拜三，东北季风减少，雨才会渐渐减少。不过东半部有关是会落雨，那西半部是一份好天。气象署嘛讲，一直到拜四，各地头天气才会转好，西到气温会回升，高温有到28度到30度左右。主要在周四之后，天气是比较稳定，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那除此之外，在周二上午之前，在金门地区是比较容易会起雾的，包括马祖今天夜里也是有可能起雾的状况所以如果要往返金门马祖的朋友，也要留意航班资讯。气象署嘛提醒拜一马祖大不时，甲金门拜一暗到拜二有低云也是高大雾的状况，会影响视线。要去离岛的旅客就要注意航班的消息。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